尉迟哥哥，尉迟哥哥是你吗？齐公公，这位是封将军吧？是呀，王后娘娘让小奴带封将军觐见。哎呀，误会啦！王后娘娘最近不是都没怎么睡好吗？想着金国将军煞气重，所以让封将军在门外守候。这会儿不正是午休了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让封将军守卫合适吗？没问题。那有劳封将军了。没事的，王后让风尘月守在凤栖殿外。将军，王后娘娘才刚有睡意，劳烦将军了。没事。这王后娘娘真是可怜，年纪轻轻就睡不着觉。就我这儿没问题，旁边还在下。尉迟哥哥，尉迟哥哥是你吗？